有44年邦交郑文新因为新总理靠我中国引起断交担忧，外交部讲对邦谊有信心。全年有一排这5过希望检出抗生素也若纯水冻的这个大中公益店，店员互人客啉到清洁剂。在野推动无在职投票专化，民进党团也保障这民众登记户籍地投票日含情一天拢爱休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1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咱的友邦郑文新呢，因国内换中国的新民主党领袖布莱德上任总理，外界烦恼讲这邦交会出现变动。外交部强调讲，含这个郑文新建交已经44年了，对邦交有信心。也若进前含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当的总统大选，目前开票暂时是2位换台湾的反对党候选人领先，两个人拢把表态讲。当选了后，希望和台湾恢复邦交。民众排队投票，进前甲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伫当地时间30开始，目前完成4成算票了后，由美国总统川普力挺的在野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领先，自由党的纳斯拉亚第二，这是控制3年甲台湾断交的现任总统卡斯楚，历史的执政党自由中间党候选人蒙卡达暂时第3。En los datos de nosotros, de nuestros tres, hay una diferencia aún más grande. 选前，阿斯夫拉甲纳斯拉亚拢表态，若当选可能开放，或者是加强甲台湾的外交关系。即马2位亲台候选人拢暂时领先蒙卡达，外界关心台洪关系可能各有转机。洪都拉斯的养虾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再去证明那么中国用各种样的方式利诱的方式来这个建立邦交就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面，开展跟洪都拉斯的关系我们会再继续的这个努力。另外，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亲中派新民主党领袖布莱德接任新总统，74年来第一摆政党轮替。新民主党把主张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引起外界烦恼。但是邦谊恐惊有变化，外交部强调，甲圣文森有44年的邦交，有信心稳住2国的关系。大使已经跟他们的这个后任总理Friday， 还有他的这个国会议员致贺，然后也谈了双方继续合作的这个关系。那会担心断交？那么我们当然会密切的关注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是还是有信心。除了对台线关系有信心，外交部处长吴次长初伫广播节目顶悬，佮强调台湾甲10个友邦邦谊稳定，甲校定未断交，也咧努力增加邦交国。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提出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和台湾之盾的构想，传出讲这国防部当咧和 AIT 讨论讲这头一批9项甲美国军购这个内容，而且包含第4套，而且具备美军权益整合战斗指挥系统 ICBS 爱3飞弹。专家就分析讲，就要有这款的系统来整合买，还佫家己做的飞弹，这才是关键，才挺好来落实台湾之盾。爱国者2项防空飞弹，回过提定短几秒就击到目标。向美国买的爱国者飞弹是台湾防空主力之一。总统赖清德提出1.25兆国防特别预算，甲台湾之盾构想了后，传出国防部当咧甲 AIT 研议头一批9项对美军购内容，包括第4套具备美军现役整合战斗指挥系统 ICBS 的爱3飞弹。具体的案项等等，在美方还没有知会国会之前，我们就不对外再公开的说明。凡是有助于这样子的一个整体防空目标的一个能力的达成，都是我们未来这个筹构的一个潜在项目。国军目前有9个爱国者飞弹连部署伫北中南，若顺利买到第4套爱3飞弹，有希望扩增为10至12个连，而且可能连东部拢会当部署。另外，因为台湾防空长期有各做甲美式防空飞弹系统无法度整合到共同指挥平台的情况，即摆传出也将向量提升9个爱国者联战机制案列其中。我们或许飞弹很多，飞弹很密集，但是在这个管理方面跟指挥上面没有去办法做到统合的效果，能够去突破自制跟国外各进口以及高空、中空、低空的空域整合。
那顺利整合，除了有希望避免飞弹系统中核锁定，毁了轨道投资，专家就有评也分析，会当更加落实打造台湾集团的关键分战防御。强攻大在未来一定是担任所谓的高层的防空任务，天宫的这个3型，或者是爱国者以所谓的增程型来执行这个导弹的拦截。就有评认为，多山落这帮会当更加有效打击来犯的战机飞弹，是台湾保强防空系统重要一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进前有3度通过机关一军人无分大小加级人9关到3班，不过行政院呢是无变预算，国防部无规划，敢若讲的依照专业也有任务来扩大加级范围。另外，这国际唱水南海群和北港最近的这普航测试，拢无早准定就出海啊。各座占南海群河最近完成5摆普航测试，验国防夜了拢是无定出海，互入轨这期唔但影响测试结果，也无保人员安全。验国海军解释，定机唔是必要的条件。潜航的时候，它是不会用这个锚。那它一般用于在航经这个狭窄水域或是进出港的时候。这次出去做的是比较。并不需要很精准，它最重要是动力的。你们的都会说没有要改，但就是在这边要正式的，还是要否认有这样的任何的政治性考量。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每摆海测安全是需要考量。佮指出，定期12月中旬回升了后，会佮做相关海测。另外一方面，总统也强调，提出1.25条国防特别预算，甲台湾集团构想了后，传出国防部当甲 AIT 研究头一批9项对比军购内容，包括第4套爱上飞弹。甲整合战斗指挥系统，具体的案项啊等等，在美方还没有知会国会之前，我们就不对外再公开的说明。凡是有助于这样子的一个整体防空目标的一个能力的达成，都是我们未来这个筹构的一个潜在项目。国家也关注国军台股，定日立法院3度通过后，志愿役部分官阶这头式加级，提悬到3班，也不过无投入的年度总预算。国防部也无立即规划，而是调向依据职务当加专业特性，扩大战斗加级范围。希望就是说能够横着他从事的任务艰困、繁重的程度，还有他的专业的特性。所以其实国防部是反对这种齐头式的这个法各项勤务加级，还有战斗部的定义，我们会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国防部说明，后续会以特征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加勤务特性，继续检讨修订各项加级，以照顾官兵，佮提升志愿役老营意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几天啊，呢家人含是这民众拢骂讲呢，这水道水一拍开，全部拢是汽油味。但水公司认为讲是家人何受到影响，强调会减免水费补偿。就算这台水已经启动这紧急应变措施啊，检水质也拢是正常，民众同款是无到安心。家人市长谢国良强调，这台水违反着饮用水管理条例，先罚50万，向家人地检署告发，检方也已经组成专案小组，指派国土专组检察官来侦办咯。那经济部长郭明兴是强调，台水也是受害者，请检方就要查明。水车载出来水，和贵人的公立幼稚园加一寡公家机关使用，因为这几天贵人的自来水拢闻到汽油味，台水公司接到通报去调查，发现敢若是贵人河受污染，所以北岛抽水站无搁再抽水，改用新山水库的原水，启动净水停输，希望排除有怪味的自来水。不过，惊讲影响人的健康，贵人教育处协调台水派水车供水。我们各校今天都会这礼拜开始陆续进行水塔清洗，就是今天停水的部分，那可以有水可以供应。那另外市府也会采购矿泉水，然后让园方小朋友这边可以先用矿泉水。市民的这个水塔该怎么样清洁干净，或是补偿的措施，或是最重要的安全的用水的问题，我想市政府一定有责任第一时间来保障市民的安全。水塔师傅这几天是真无闲，自来水有怪味。爱先把水塔内面的水放空，结果水内面这几天空气是接袂煞。水的关系造成这个大家的水塔里面都有汽油味啊，所以一直都在清洗水塔。虽然台水有紧急应变措施，不过这几天民生用水受影响，贵人市长谢国良开紧急会议，认为台水已经违反饮用水管理条例，上紧催入处罚。有发现水面油膜感测器为故障的状态。也就是说，水公司并没有足够的仪器去发现
跟侦测它这一次的油污的污染。像这次的污染物质的话，它其实在表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然后它如果是溶解在水中，那油膜侦测器是没有办法去侦测出来的。对谢国良讲，台水的油膜感测器故障，台水是提出反驳。经济部长讲，台水也是受害者。台水公司说老实话，它也是受害者之一啦。核酸受到污染恐怕还是要请这个市政府跟检调赶快来查明。台水也启动补偿措施，包括水费减免3度，若是用户家己清水塔，搁再减免2度；若是请业者来水，台水将会平整协调费用。对水污染的源头，市府除了采样送检，也交予检警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的淡水，因为这淡北道路主线高架桥施工，所甲这水道水的主干线创较害去，害淡水地区呢62000户的民众呢，对11月2日就无水通用，一直到30下晡5点才恢复送水。就居民表示讲，到今还佫有真侪里是无水的。市长侯友宜就讲，除了基本水费的减免，也会检讨相关责任，目标是今仔日拢爱有水通用。对，像这一桶这么多，其实也就一次性而已，冲一次水就没了。口气着结果无奈，灶卡水泉头拍开，一滴水嘛无，如何碗都唔敢洗，边仔便所嘛是，敢来当用除湿机内底的水来冲马桶，看这几天的生活实在有苦无地讲。那一天收到通知的时候，其实我人还在上班，对，然后但是其他住户已经开始去买水了，没有给我们一个比较确定的供水时间。假设说你要延到2天后才能供水，我们也会有一个心理准备。类似的状况唔那一件，伫淡水新村街，即卖已经停第4天啊！你办公室外口设临时接水点，民众家厝内的地沟位啊，拢摕来滴水。我们说恢复80%，那看起来并没有啊，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带了这个储物箱来。在地里顶反映水停伤久啊，这个停水为11月27日下晡2点就开始停，到30日下晡5点才有水。水啊问题嘛造成水位自乎到12月初1拢也无水通用。关渡大桥机车引道下方重机具进入现场，正在进行淡北道路的工程。不过回顾停水的原因，就是27日工程单位钻破底下的自来水主管，大概有80%以上都已经覆水了。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施工所造成的问题，我已经特别设立窗口，责任的追究以外，那赔偿的这个机制，我们在协调当中。新北市长侯友宜讲，12月初1有水用都是目标，另外厂商一定爱负责。自来水公司伫立法院备询嘛表示，初2透早2点会当全面有水通用。记者采访报道。伫台湾牙膏过鱼品种改良了后，变做是福寿啊，也就是即卖台湾鲷。不过，这专连有一种冷冻的台湾鲷鱼肉呢出问题啊，和高雄市卫生局验出讲，这动物伫用的抗生素伫这肉内面。这就像是规配互专连，除了基隆、宜兰、花莲以外，其他18县市的分店拢有进货15000多袋，已经卖13000多袋出去啊。云林县政府也去到东势乡的养殖场进行抽检。也对这个养殖场进行移动管制，要来厘清这药的来源。专连门口大会落来公告，提醒民众退换货，因为因卖一款婚林内的效期2027年9月冷冻台湾鲷鱼排，去互高雄卫生局验出未使验到的动物用药。效期2027 9月16日产品检出动物用药恩活奎林羧酸0.028 ppm， 规定不得检出。民众伫货架前拣肉品，卫生局10月抽验食品的时阵，伫路地这间专连分店查到违规的产品。顶个月27，搁再派人稽查，确认这间分店拢总进24包，已经全部卖出去。云林接到高雄通报了后，调查确认制造商港配货全部卖予全台湾18县市369间专连分店，除了基隆、宜兰、花莲、甲无门市的连江县以外，拢总进15624片，已经卖出13793片。总共有15624片的一个进货数量，然后卖出了有13793片，回收下架的数量有1831片，然后本县也有一家分店，也进了120片，卖出了6片。因为有些民众他有可能他对恩福奎林这种抗生素，它是属于他是有过敏的。
那吃了钓鱼排反而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例如说皮肤长荨麻疹、会痒、不舒服。医师表示，安福奎林素酸是光合性抗生素，依法水产品禁用，因为可能会致使环境的抗药性细菌增加，使用者也有可能产生过敏反应。婚姻馆同时要防疫所再去到东市乡的养殖场抽验，养殖渔民嘛发文王表示毋捌用过。啊，阮嘛无咧用，你讲你我哪咧用？检查拢有合格才叫开始抓呢。渔民表示，验到有问题的鱼饲1年外，公鸡还阁饲另外1年，即马拢无法度出货，损失严重。因为婚姻馆政府已经管制这个养殖场，要查清楚用药的来源。专人嘛回应，第一时间已经部分批处专门把这种产品拢落来，民众若是有购买，会当摕发票甲商品去买门市退换货。记者采访报道。伫好食这粉圆年地春水堂台中公益店有员工无细腻，甲这保温板内面的清洁剂当作是滚水，就替人客地过添水，害3个人客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台中市食安署下令停业，依照违反食安法，甲业者移送法办。铁门规个揪落来，顶面大公告写着当咧进行内部整修甲教育训练。以真珠年地出名的连锁餐饮店春水堂，在1月30日发生食安事件，一名台中公益店员工误将底有清洁液的保温罐当作烧滚水，替消费者回冲，造成3个人客啉完了后出现身体无爽快。公益门市紧急停业2日，其他的民众听到消息拢感觉震撼。当然很夸张，这个老店了这种的。SOP 应该要做得很好才对，我觉得这是不能发生，就是没有做好品管，然后没有做好就是他们的摆放东西的那个位置。台中市食安署协报是派员稽查，发现清洁剂是一种加速漂白粉，包装顶面注意事项有明确写清洁使用袂当食，下令公益店即日起停业，佮以违反食安法将业者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依法会当处1年至7年有期徒刑，佮当再扣1000万以下罚金。目前3位民众均已返家休养无碍，本案已经依食安法移送地检署侦办中，后续将持续加强稽查与辅导。道理专家表示，加速漂白粉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本身无毒性，也毋过由于会使身体出现拍雾啦、胃胀气、冰白，那啉的量伤济，会造成喙内甲脑刺激。喝进去的这个剂量如果过高的话，那当然也可能会造成口腔的刺激，那也会造成咽喉的一些刺激，造成会想吐、恶心的这个症状。春水堂只透过问题表示，迄日有陪同人客就医，会支付相关医疗费用。主要措施是教育2礼拜成人，会加强内部教育训练。台中市食安署强调，春水堂后手爱复杂合格，才会当复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姓邱的查甫人，去年伫咧台中车头1楼公车转运中心等车，伫柜台遐有一暗伊煞踏落到地，无细里跋倒骨折，认为飘线无清楚，光线也无够，伊就去告台中市政府提起国赔，要讨54万。那台中的地方法院呢是判市政府爱赔予民众30万。不过这1年半时间过去啊，设施到达拢无改善。从白石顶关山的区城市挂行李箱，2024年4月13到台中火车站1楼公车转运站中心收过台单车，煞突然一个大坑设置伫车道上，其他的民众赶紧去关心，佮下手提起进站公车改道，区城市受伤骨头之气，向台中市交通局请求国赔54万外。台中地院1审认定月台标线无清，照明不足，判赔30万，专案由会当上诉。被告未尽养护巡查的义务。致现场光线不足、标线褪色，其管理显然有欠缺，且与原告受伤有因果关系，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实际登记现场，公车后车柜台甲车道有20公分的关系差，代志过1年半，柜台沿照黄色标线，有关铺设落差无清，是可为照明灯区这开部分，坐车民众也感觉真危险。要特别小心呐、你不注意，你就会摔了啦。现在的光线，白天跟晚上的一个反光，对，这样子觉得也是比较暗啊，没错。台中市交通局诉讼控辩，月台东西两边有自然公园，代志发生是伫下昼1点，日照充足。
邱先生是无注意落差跋倒，台中地院勘验监视器甲现场状况，认定标线甲法规规范黄色18号色号，差距真大，会当讲甲车道会缩水共款，平均角度也无达到设计标准，台中市府爱负8成责任。受伤的人无注意头前路况，负2成责任。目前是复原的还好，但主要就是邱先生是计程车司机，那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他的生计，这样子，所以我们感谢法院做出这个公正的判决。邱先生委任律师感谢法院公正的判决，认为主管机关对公共设施维护无好。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公车转运中心拢有例行性维护，月台照明甲会受天气因素影响，未来会加强巡检，随时调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摆呢，高铁要做到屏东，今年8月已经启动宽屏，目标是2017年完成宽屏。等候行政院核定了按算动工开始，11年后就当通车。铁路局伫咧立法院报告高铁延伸屏东计划上新的进展，计划路线由高铁左营站沿台铁路线经过高雄市，伫咧大树区跨过高屏溪了，伫屏东大塘六地厝农场设站，全长25.9公里。新设的高雄站加台铁一个捷运强固，屏东站是加台铁强站连通，8月已经开始宽屏。环评的部分，因为它是表定2阶，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决定时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8月已经启动环评，那目前是1阶已经报交通部要转环境部去做审查。铁道局讲有2个关键的事情，会经属环境部伫116年年底进行完成环评审查。到时将综合规划တင်報予行政期，一若施工期估算是动工了11年通車，以後高雄車站將會乘坐高鐵、台鐵捷運的3鐵強固。地方政府已經提出高雄車站周邊大道景公園計劃，不過民間團體希望高鐵由主幹線延伸到屏東的潮州。潮州地區嘛，那這個地方是最適合，就是說讓整個屏東的觀光起飛的，或是進一步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交通建設。你要怎么样用交通的建设带来给它外部的效用，然后透过这样子外部的效用带动经济的一个发展。交通学者讲，每一个方案拢有伊的优点甲缺点，用高雄方案的优势是当促进南高雄的科学发展，消透左营站附近交通的压力。另外也希望会让串联南部半导体 S 廊带。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国拢伫咧抵制日本，这日本歌手Hamasaki Ayumi 29伫咧上海办演唱会，伫咧演出的前一天呢，祝福中国雄雄来取消。不过伊同款选择伫咧无半个观众的情形之下照常演出，也让中国做法也引起外界批评。高雄市长陈其迈今日趁机会来公开表示，欢迎来高雄开演唱会。日本歌手Hamasaki Ayumi 原定伫11月29要伫中国上海举行演唱会，就万张的门票早就卖了了啊！毋过，煞伫咧演唱会前一天，互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被逼取消演唱会。后来，Hamasaki Ayumi 完全无受影响，照常开演唱会。就算台卡一个人就无，伊也真专业、真骨力咧唱。对第一条唱甲安可，演唱会结束，Hamasaki Ayumi 也伫咧社群发表伊的心声，讲家己虽然面对14000个空空的座位，毋过却感受到世界各地歌迷疼惜，这是一项难忘的演唱会。台湾网友随老话表达支持，讲台湾真欢迎伊来。相信台湾有很多滨崎步的粉丝，对，所以欢迎来台湾。我觉得中国的歌迷也应该会非常的期待，但是因为可能是一些政治因素，就没有办法，大家没有办法参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三方皆输的一个状况。最近真侪韩团拢来到高雄开演唱会，规个社区是闹热滚滚。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真热情欢迎Hamasaki Ayumi来高雄开演唱会，伊也认为讲艺术无应该受到政治的干扰。我是个人超喜欢滨崎步的啦，演唱会艺术文化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预，能够让他们能够自由的表现。当然才会有更蓬勃的这个演唱会。面对中国的打压，Hamasaki Ayumi 也无咧客气，后续也伫咧社群连续转发几十篇台湾的新闻。有网友看到也笑讲，即届中国真正是甲Hamasaki Ayumi 气到啊，也互全世界看到中国无站无杂偌无礼。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知影立委要推动无在籍投票专法，这民进党团也推出草案，主张保障民众登到户籍地行使投票权，这投票日含前一天拢爱放假才是。因为最近有民间团体发起4项公投案，看起来是要针对南北党团的宪诉法，还有选罢法的修法内容。条仔立委针对投票制度持续论战，知影立委直杀无在籍投票的专法。民进党团以强化民主投票促进法草案来对战，其中规定为了保障民众登去户籍地行使投票权，投票日甲前一天拢应该放假，引起讨论。投票日放假跟投票日的前一日也为放假日，当然我们认为有助于人民去行使他的公民权。如果说民进党只是想要推出这个所谓的民主假来阻挡国人已经期待跟讨论已久的不在籍投票的话，那也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这两者其实是完全不冲突的。目前那立法草案都已经依图交付委员会审查，所来会阁公控。另外一方面，这阵有民团发起4项公投案，上准南北党团修法，包含诉求废止宪诉法的宪法法定法官人数，也甲废止选罢法罢免提议人联署爱护身份证影印本，也有假告知的刑责。二阶段人数拢要达到293228人。这4个案也是为公投电子联署系统4月上线了后，全台湾头一届采用电子联署的公投提案。必须使用实体的自然人凭证进行联署。请这个全程呢，读卡机都请你自己插入，然后输入身份证字号还有PIN码。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是可以共同努力，但是这一部分我们不排除说让民众来了解。这第一案的这一个公投，现在在进行了这个，可能无法绑大选。民进党秘书长齐国勇嘛表示，无排除初二会甲民团会面，不过嘛指出，那4个案公投拢成案，依照南北党团主导通过的公投北大选这个手法来看，时间无法度配合明年9合1选举。若是民进党是不是原来提出公投案，党中央当谨慎考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财政部今年7月底，针对着越南进口红毛土扣23.2%的反倾销税，进口商就登去到向这个印尼还有日本等国家采购进口的红毛土含食料，造成今年进口红毛土总量含去年比起来是变搁较济。也因为进口含本地一度是差要到700块的台票，这红毛土工会就表示讲，针对这印尼、日本两国呢，最近已经向财政部还有经济部申请倾销调查了。国内进口的红毛土价继续倾销争议佫浮现。自从伫财政部今年7月对越南进口红毛土扣23.2%的反倾销税，虽然越南进口红毛土数量第3季比第2季减少40%，受要到进口商煞转向印尼进口价继续食料，搁向日本进口价继续的红毛土。根据了解，进口甲本土红毛土一档价差上悬大约700%，造成今年全台进口红毛土甲食料甲去年同期比无减颠倒增加。大量的倾销抢占市占率，当然是对我们这个国内的产业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呢，也严重的影响国内水利业肩负的这个国家政策处理工业废弃物还有循环经济减碳的这个政策。为着维护国内红毛土业者的贸易权益，红毛土工会已经伫顶日正式向政府提出新的倾销调查申请，希望会当害护国内红毛土业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了解，红毛土工会表示，印尼出口到台湾的莲花价销，甲当地市场价销比差距超过一半，比较日本出口莲花价销，甲当地红毛土价销价差来到2/3，显现外销价销偏低，唔拿进口红毛土价销倾销问题，还有拖败也要注意。其实水泥业要求的只不过是个公平、高碳排的水泥进到台湾来，这个碳排是算在台湾身上的，不是算在他们生产者身上的。印尼生产的这个水泥呢，它的卖的价格跟越南也许一样的便宜，一样的是有倾销的嫌疑的话，我们业者就应该站出来，就是说要求制裁，维护我们本土业者的贸易权益。专家表示，红毛土工会有提出倾销调查申请，若经过调查定数，确定有倾销事实，就会当扣反倾销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松山机场这国际线航厦下晡跳电，启动发电机了后，旅客报到和通关无受到影响。不过电扶梯有一寡所在是无法度运转，抑个电费袂到等等问题，但是无去影响到航班。一那台电是表示讲，这是松山机场内部的设备异常才跳电，也造成中山区4000多户向失电。大大行李准备去候机室的旅客，因为停电电扶梯未当用，全部改行楼梯。松山机场国际线航厦伫下晡1点36分向跳电，旅客讲迄时阵一片黑暗，不过真紧报到柜台，电费就倒起来。突然间整个都暗下来，但是电脑还有其他不能断电的它还是继续作业。柜台是亮，那个 check in 的地方。就是走过来才看，好像有点暗的感觉。环球的店头也受影响，旅客伫黑暗当中买物件。松山机场表示，发生跳电了后，马上启动发电机，旅客报到甲通关无受影响。不过电扶梯无法度行，贵宾室甲部分候机空间照明受影响，航班无受影响。跳电原因，台电公司连接亏线跳脱。是因为亏线跳脱嘛？那松山机场的部分，它当下它有自己开启那个发电机啦，下午2点18分有复电。毋但机场、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国中附近下晡也部分所在停电，居民反映1点外的时阵向无电，也有人发现连网络也无法度使用。网络也没有，网络也都断讯了。电跟网络是同时间断，同时的。整排这一边整排连银行好像都停电，只是银行他们可能有备用电，那我们就这边大家全部都跑出来说怎么会这样？台电表示，是松山机场内部设备无正常引起亏线跳脱事故，造成台北市松山机场中山区部分用户4698户停电。机场发电机第一时间启动，台电协助隔离各种区间了后，电已经全部拢来啊。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国际机场第3航厦这北登机廊厅今仔日试营运咯。这北廊厅有设8个登机门，试营运的头一天，华航、星宇、中营拢有一班飞行机来参与试营运。候机室用感觉红色的设计，活泼具流行时尚的感觉。长738公尺、宽13公尺的第3航厦北登机门廊厅，初日试营运。第一天，华航、长营加青宇拢有一航班飞日本札幌加泰国曼谷，差不多有968位旅客参加第一遍试营运的使用，大家拢感觉袂歹。很幸运，然后看到新的登机口，觉得超级兴奋。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很宽敞，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台湾又更美了。这样。现在变很宽敞，进来蛮舒服的。因为之前旧航厦，我觉得天花板太低，会觉得很压迫。虽然今天从第2航厦进来有点远，但我相信之后第3航厦那个大门启用之后，应该就会更方便一点。第3航厦开放式的候机区，搭配规片的玻璃帷幕，一个室外热日头的翕相室。旅客伫咧等飞机的时阵，也会人看外口的班机作业加飞机起降，椅仔下骹要插座会当互手机充电。旅客学路看起来有更加国际化的感觉。今天是试营运的第一天，未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希望能够收集到更多旅客的意见。正式启用的那一天，我们希望做出最好的服务。第3航厦北廊厅自第2航厦第10登机门阁延伸出去，自第17到第18，总共8个登机门，会当互桃园机场搁再增加1年580万人次的旅客处理量。桃机公司讲，试营运的期间已经无共时段加出入境航班的安排，来检验各项设施的妥善度加作业流程，也收集航空公司也有旅客实际感受了，伫年底正式启用进前做更加好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全球半导体材料大厂密克投资这代票170亿，伫咧高雄科学园区打造因头一座大型半导体材料科技园区。第一阶段厂区今日完工了，主要是生产这记忆体和 AI 晶片所需要的关键半导体材料。除了是为着这供应链在地化和需求，也希望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合作，强化台湾伫咧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策略地位。请刷卡。
整片插落去，算是高雄二厂启用，全球大厂默克英过5年投资170亿。伫高雄科学园区打造集团头一座大型半导体材料科技园区，是默克电子科技事业体到即马全球上大的单一投资。第一阶段厂区初一正式落成，经济部处长丁人嘛特别落南出席，肯定默克伫台湾的投资。我们有这么多的伙伴们在台湾，让台湾的半导体生态系非常的完整。那尤其是在补足我们材料以及很多 delivery 设备的这一块呢的不足，半导体的技术跟创新材料的需求呢，也是为一个关键的这个地位所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期待默克能够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正发展，占地15万平方公尺，以63座以上的 JetPark 主要生产下世代逻辑记忆体加 AI 晶片所需要的关键半导体材料，除了应用全球先进材料需求的快速提升，也为了强化供应链在地化，可控性加韧性需求。170亿的投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跟客户紧密的合作，还有业界的伙伴们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依据需求来做分阶段的在地化生产。李俊良指出，台湾晶圆代工世界第一，风车嘛排名第一 ，IC 设计全球第2，不过晶弹材料相对不足。默克等积极成做晶弹材料提供者，也预测园区启用了后，会当大大提升自给率，进一步伫台湾的半导体生态扮演关键角色，嘛强化台湾伫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切入地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面对着超高龄化社会，这居家照顾服务的需求变大。不过，这服务人员来到人道所方要求讲，就要摒扫半东半西等等。卫福部的中教司就表示讲，这家务协助是中教服务内面给付项目之一，主要是协助适龄或者是老大人来维持环境的整洁，唔通变甲遐尼垃圾。若部分负担会看个案的情形，未来会加强宣导，互民众有正确的认知。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对长照的需求愈来愈大。政府这几年也推出多元的长照服务，但是有居家照顾服务员讲，因到时大厝内去服务的时，常常被要求爱做长照以外的代志，亲像路便所、整理仓库，造成因家断困扰。例如说，他会有要求说，我们在洗澡间的时候，他的干湿分离的那个沟，他要我们擦，或者是说，另外的儿女的房间跟储备间，我们就没办法去帮你做到那一块。有长照机构表示，居家服务员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协助被照顾者洗身躯基本的环境整理，陪因出门散步去予医生看家的，唔是斗相共拼出来煮规家伙仔饭菜。因希望政府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阮希望讲政府会使把这个服务搁具体的呈现，甲民众搁较宣导，互因知影就是讲这个服务伊的范围是安怎，是2菜1汤，也是3菜1汤，服务的这个打扫的范围是要只能这一个空间，还是能够哪些空间？会造成这款状况，主要是因为政府长照2点空内底有一条家务协助。原本这个设计是要把厝内工课看作是生活福建的一部分，希望居家照顾服务员陪时大斗阵做，减慢时大健康恶化。但是出现争议了后，卫福部长照司表示会加强宣导，让民众使用政府社会福利的时有正确的认捌。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为了要强化社会韧性和防卫意识，政府印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要普发到每一个家庭。不过，民间团体指出，讲未来若准烧钱的时阵呢，用一户一户来发物资，是无都来保证讲所有民众都会当摕到手。最近有30个民间团体共同提出政策建议书，认为讲要针对多元族群去设计这民防政策，互老人、囡仔、妇女、障碍者等等的特殊需求，拢会当照顾到。为着要提升全民的防卫意识，政府有印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要普发到全国980多万户家庭，也有规划防空避难所甲汉光演习模拟城镇作战。最近有民团收集30多个团体意见，发布政策建议书，指出政府目前防卫韧性的政策规划欠缺多元族群的设计，希望政府看到妇女、老幼、多元性别和障碍者等等的无同需求。
就所谓的防空避难所，它是因应紧急状况，然后要进去躲避的。那但是收容避难所，其实可能它其实，例如说你的家已经回不去了，那例如说收容避难所，其实它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无障碍设施。这个隐私跟安全，对于女性跟少数性别还有这个儿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毛兵团指出，亲像有新的妇女，也是有幼囝的家庭，若是拄到物资无通进口的时，包括医疗用品、日常物资拢会欠，尤其有烟、牛奶粉拢是进口的，在平常时都要先存起来。另外，妇产科医护伫咧战时恐惊是真恶吹，兵团呼吁政府都要盘点多元的支援人力，包括走山书、陪产人员等等。乌克兰的妇女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医院生产的，那她可能必须在避难所去进行生产，因此我觉得相关的避难所也要有一些简易的生产的设备，好，例如说消毒设备、简易的例如说胎心监测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础的基本的设备，可能都是要预先去预备好的。兵团嘛表示，未来物资若是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以家护为单位，互里长去发，安尼战时恐惊无通保障民众通摕到物资，也呼吁通比照新冠疫情摕证件领喙暗的做法。另外，兵团嘛建议政府会当参考这份政策建议书，针对无工作群来规划安全指引和民防政策，来强化社会韧性。记者卢尚如、王进光台北报道。12月初1是世界艾滋日，因过听到这艾滋病人的惊，经过宣导对疾病了解，加上医疗进步，台湾即马感染这 HIV 的人数是22年来上介低。疾管署表示讲，希望逐年呢，拢会当减少100人当作目标，也呼吁民众呢，就爱固定体检，落实安全的性行为，才会当确保家己健康。台湾伫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已经拍拼真侪年啊。疾管署表示，经过拍拼，有估伫今年底新增加的感染人数会降15%，未超过900人，这个数字是创下历史上低。署长嘛表示，希望未来目标一年会当各减100人。扩大这个事前预防投药 PrEP 的名额哈，跟增加我们艾滋友善医疗场域的这个家数呢，能够持续营造更友善的一个筛检治疗的环境。那我们持续让这个艾滋的感染的这个人数能够每年的继续下降。疾管署表示，台湾会当伫艾滋病防治有较好的成绩，是因为有宣传正确的观念，加上医疗进步，有效的治疗。台湾艾滋病学会也表示，治疗艾滋病的药啊进步真侪，唔免阁亲像过去共款爱食真侪药啊，而且透过医疗会当有效甲患者的病毒量降低，等于就袂阁传出去。很好的药让感染者体内没有病毒量，所以呢，他就不会传给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新得到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而且我们还有很好的一招，就是说，有高风险的行为，那他事先投药或是事后给予药物呢，都可以避免他得到感染。12月初1是世界艾滋日，疾管署也提醒民众，若是有发生过性行为，拢建议爱做体检。上重要的是爱落实安全的性行为。记者担心董小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家己布地永安里的大寮发生有狗仔溺囡仔的代志，着民众的监视器翕到讲，这狗仔呢去溺迄特别倒粪扫囡仔，加在囡仔无受伤。家机关的家畜疾病防治所就表示，有派人去了解，发现讲迄狗仔呢是有人饲的，也会追究相关的责任。要当粪扫的囡仔听到狗仔咧吠的声音，外头就看到狗仔向伊撞过来。囡仔粪扫拼咧赶紧走，加在有大人出现，狗仔才该去约粪扫车，囡仔才无来发生代志。这家伙就到过大，这你啊就粪就别远搞了，我较过。厝边仔咧讲，有当时若听着迄个垃圾车的车来，粪扫车来吼，来迄个音乐吼，伊就拢会安尼走安撞。啊，拄好阮孙啊，伫这边才惊，要看粪扫处理的时阵，才咧来录，全惊着去撞你。这件代志发生伫布袋镇永安里的大寮，家机关家畜疾病防治所表示，接到民众的通报，有派人去现场了解状况，发现这只狗仔不是流浪狗，是有人咧饲的，会来调查甲追究主人的责任。本案后续将函请该名事主依法提出意见陈述，因为该犬只出入公众场合没有7岁以上的人伴同，已经造成疏纵，最高将开罚1万5。民众表示，这附近常常有狗仔来约车约囡仔。足惊倒一天会来发生代志，不管是流浪狗也是人饲的，这对当地已经是真严重的困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到协助处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来看台东的市区，同款是狗的问题，即暗时出现龙洞犬伫咧社区，甚至会攻击其他的猫仔狗仔。民众烦恼讲，这龙洞犬若准去入车入人，会造成意外。台东县的东风所就表示讲，已经加强巡逻遥控栏啊，好民众呢，这食出的物件就爱收好势，唔通放伫咧门骹口。伫暗时规定的狗仔出现伫台东市南丰里社区，看到路一只猫仔，7、8只狗仔就围落去，竟然将猫仔咬死。社区民众向里长反映，真烦恼社区老人甲囡仔暗时出门会发生危险。我就来开车赶它，我赶它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害怕，我也是拿着棍子，但是呢，他们也是看着他不会怕你。都尽量叫老人家说吼，你们要出去散步干嘛？说带拐杖。里长一间确认是3人的狗仔，暗过里面讲，厝内底狗仔暗时拢绑好伫厝，后来确认是流浪狗走去社区，就请东风所劝人仔来诱捕，暗过拢抓袂着。东风所研判可能是社区内底有禽因的食物。他们会往有食物的地方聚集。那我们这边有跟里长确认说，确实有一些住户会把一些食物放在门口。东风所表示，已经加强社区巡逻，暗过也是呼吁民众唔通饲这流浪狗仔，也不管好厝内底喷甲粪扫，避免引起这流浪狗仔进入社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草原杜丁是将来自非洲的外来种，身躯长大约是80公分到120公分，有的人家当作宠物来饲。伫中华钓边上捡到一只，中华东风所就表示讲，若准无主人来认，日后会开放予民众来认养。东风所也提醒讲，乌白放生对台湾的生态会造成影响，民众要饲进前一定要想好清楚。这只草原杜丁看到青云人真生气，用尾流攻击。原产地伫非洲的草原杜丁，有人真介意饲这种sau糖类的动物，但毛民众表示，外形看起来淡薄仔惊人，唔敢饲。我是敢啦，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那种。真的吗？爬虫类？我养2只水龟。草原其实我都无兴趣啊，伊看起来足恐怖的，伊个冷血动物啊，摸起来冰冰凉凉安尼。彰化市顶个月20日，有民众捡到一只草原杜丁，通报彰化动物防疫所处理。东风所表示，这种草原杜丁是食肉的，体型大概是80至120公分，是台湾正普遍的宠物品种之一，会伫拜二开放民众认养。草原巨蜥它本身也是需要相当的空间，那需要合适的温度跟湿度都需要去做控制。我们在公告的时候都已经有提醒民众要有这个意愿，然后有相关的那个饲养的经验。等民众再来评估要不要做认养的工作。彰化动物防疫所表示，sau糖类宠物这几年真受欢迎。虽讲草原杜丁无亲像青皮杜丁遐尼高摊，但若放伫野外，嘛是真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东风所呼吁民众饲宠物进前一定爱想好清楚，唔通头仔兴兴，尾仔冷冷。若是恶意放杀，依照动物保护法，上悬会当罚15万。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第15届打狗红一文学奖今年参赛作品有1261件，作者的年岁呢，对11岁到84岁拢有。比赛分做散文、小说、新诗甲台语新诗，其中台语新诗的作品是有史以来上侪。摕到高雄奖的作者，因为人伫咧国外读册，由阿爸来代替伊朗读作品，这练得的台语开口，互市长陈其迈是真懊恼。我伫手部顶的城市中，行唔知路。这首《手中城》是今年打狗红日文学奖摕到台语新诗高雄奖的作品。作者殷雷今年敢若22岁，目前当咧一刻做交换学生，由阿爸由主来代替朗读作品领奖。这首《手中城》是当初殷雷看到山顶有一老规定拄道光剑影，甲规个社会太较大康细字所写的作品。由主来讲，伊真感谢后生读高中的时主动讲要学台语，也可以做过甲母语找回来。台语毋单是文艺，台语是生活。咱爱有才调，互台语思考过日，咱才会当透过台语来体做文学甲艺术。没有爸爸的支持是不可能有那么优美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我第一次看爸爸念儿子的诗，念得那么好。传递台语开口以及推广文化想法，和陈其迈是真懊恼。有评审委员讲，今年摕到华语新诗高雄奖的作品，用各种的时间意象来写兴达电厂的改建，每次是纪录片同款，和评审拢印象真深。公务员的角度，从鸟的角度去写，
哦，那并且以一连串的这个时间来作为意象的主轴。作为一个公务员也好，作为一个诗的创作者也好，把这样的文字留下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曾经这样发生，这就是我们一起生活的世界。打到防疫文学奖无限国籍、无限主题，今年第15年举办，那作品的件数已经增加到1261件。作者年纪上少年的11岁，上济岁已经84啊。市长陈其迈表示，伊将感谢大家愿意用文字，甲这个时代社会各种好甲歹拢记录落来。记者郭亚如、顾朝阳、高永昌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香港的丰福苑做外墙工程时阵所发生火灾，造成151个人死亡，到达一个40人去路不明，是这香港77年来史上上界严重火灾。当地政府也抓捕个涉嫌贪污的人员，另外民间伫网络成立的大埔丰福苑火灾关注组，也传出有成员和警方用涉嫌煽动的罪名去互抓起来啊。大埔丰福苑大火灾后第6日，罹难者家属在警方安排之下到现场录制，有法师主持仪式。这段桌顶放制品甲遇难者相片，家属烧香鞠躬，正面哀伤。香港警方灾后遇难者辨认组监视科的人员，连日一直伫烧甲臭火大的火场进出，敲碎遗体甲相关的证据。有讲完整的调查报告可能还阁要3到4礼拜才能完成。咁直至到今日嘅下晝4點鐘咧，最新嘅遇難者數目咧係去到146名噶啦。咁而我哋都唔排除咧嗰個死亡嘅個案咧會上升嘅。今日 DVIU 嘅同事咧喺上址咧係揾到30具嘅遺體啦，包括咗咧就係有12具頭先我所講消防同事較早已經發現嘅，而另外咧DVIU 嘅同事咧亦都喺其他嘅單位咧揾到18具嘅遺體。一个3億3000萬港票的外壁整修工程，竟然加做香港77年來史上上慘重的火災。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下晡的記者會宣布，警方在7棟大樓發現有7個平房樣本無達到造電標準。消防單位指出，火場迄時陣上高溫有500度，消防人員是用命來拍火。這37歲姓何消防員在搶救時陣不幸殉職，另外還有12人受傷。災後第一日就願豐福苑外圍的公園，為支持到暗時讓民眾自發前去獻花哀悼。隊伍上長排到2公里。民政事務總署至到夜底18區設立吊墾的所在，讓市民去悼念。香港各界定價哀痛時陣，也出現檢討追究責任、自檢預防的講法。發生車記者自備暗時在車站門口睏翕到這名發動的調查宣傳單的大學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哋要政府承諾嘅係，佢唔係淨係解決咗一次意外就算，佢真係要去預防呢啲意外。想未到採訪結束無偌久，14歲關情芳就和港警國安處用涉嫌煽動的罪名抓起來。根據了解，伊是大埔豐福苑火災關注組發起人之一，目前還過香港反送中捌計劃當日期元選舉參加政治工作。在下晡媒體翕到伊得到釋放，離開長沙灣警署為民。詳細內容，警方還未對外說明。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吉隆台北桃園新竹對19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18度到29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9度到30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0度到27度。平湖金門馬祖對17度到23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